今年9月份都完成签约，进驻的移居成功社会主体。伫议员陈义鼎透过议会质询，表示主体内面出现墙面的壁痕，而且唔定单一的住户，要求爱来做全面的检测。对此，市府都发局上午嘛邀请第三方施工的监督单位、专业的建筑师、甲的建商等单位来会勘。今天过来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请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也过来看是不是有结构上的问题。那发现大概也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因为偶发性的油漆龟裂的一个状况，那马上也做一个补土，那后续会再重新油漆的一个处理情形。那趁这个机会也正好第一个澄清一下有没有结构安全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陆陆续续我们台南市的社宅也要开始有住户入住，那其实我们在相关的一些维修或遇到一些住户居住问题的疑义上的一个解决哈，我们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通报系统，包含我们现在有手机的 APP 可以线上报修，那我们在每个管理室那边也有报修单的填报。那我们接到填报单之后，其实就会马上处理。现场都发局总工程师表示，第一号发现壁痕的时是伫9月29通报，原本预定10月2号会勘并且改善。现场看到壁痕的部分，拢已经被补过图，准备重新来油漆。建筑师表示，出现壁痕的部分是伫隔间的墙，并不是主要的neu条结构。加上同一面的墙隔壁间并无壁痕，因此并无影响到结构的安全。他们还有粉刷了，所以其实会有那个物理现象的感受裂缝，其实都是不是在结构体的部分，是属于安全的那种无语的地方。所以其实如果他们透过那个油漆修补之后，其实那个裂缝其实在1年内，其实到2年内那种物理性的裂缝，其实多少会有，所以这是比较没有关系，只是就是在人的观感的时候是比较那个会受到影响这样子。所以这种如果他们批涂油漆之后，应该是会比较这种问题就会解决。对。同款的情形，还有4楼的住户，壁痕对着对讲机延伸到顶面，甲着地下。不过建筑师认为，可能是甲对讲机后面的光线关系。以及出现伫墙角主结构甲墙面的交界，经过确认，认为是粉刷层因为热胀冷缩引起的壁痕，安全上应该是无问题。另外，都发局嘛表示，如果住户发现任何的问题，拢会向管委会来报修，管理人员会伫3天内现场来勘查，并汇报住户处理的状况。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